風氣槍，吞吐數火煙圈，彷彿每個片段盤旋在轉。共你分手只感痛快，這個終極心態，我也自沒意識去開解。床上一邊眼一邊聊，全屬依戀，內裏多多少少心思奧妙。在狹小屋中的世界，各有彼此優雅，每種全部也將現我想不通，我想不懂，是決絕怎麼今天不實普通？若你心境亦共相同，無謂緊於説明有隱藏。其實最想最戀會是誰，卻數不出這伴侶。若這算是愛，怎會覺得累？愉快結局有幾許？便説天説地説空虛，始終都需一面對。最新機變數不再作考慮，沒有氣力不想再追，能抽身遠去。多謝 Karen 啊！多謝寶豪，多謝多謝。可以同原作者一齊唱。係啊，我估唔到你會點呢首歌唱。因為我哋歌嘛。多謝多謝。有時間有時間買啲東西先其實最想最戀會是誰，卻數不出這伴侶。若這算是愛，怎會覺得累？愉快結局有幾許？隨便説天説地説空虛，始終都需一面對。最新機定數不再作考慮，沒有氣力不想再追，明抽身遠去。多謝晒，多謝晒。當年其實我問你填呢首歌嘅時候咧，佢哋有冇俾電視劇嗰個劇本去睇過？冇㗎。哦，即係其實一隻歌唔關。講少少啦，因為咧停一停講音樂先，講少少俾大家聽啦。好少人知道嘅。咁呢首歌咧俾咗唱片公司，冇話到做主題曲嘅，冇嘅。佢淨係話喺隻碟入邊其中一隻。咁咧套戲播一路播緊嘅《天地豪情》，播到25集陣時咧，我就收到個電話咧，嗰陣時冇而家智能電話，唔係嗰啲啊，嗰啲撳掣嗰啲電話咧，佢打俾我，佢話我哋決定咧用你首歌做第31集開始做主題曲。咁我就因為已經播緊嘅套戲，播到20幾集都仲係有一首歌㗎。佢有兩首主題曲。佢有兩首㗎。因為呢個劇集好長嘅。60幾集。所以佢係前半段係另一首主題曲。咁佢話俾我聽，我話31集無端端轉咗我首歌，咁唔理啦，梗係開心啦。佢話你記住到時叫啲朋友支持下聽我，梗係啦。咁我就打鑼打鼓話晒俾人聽。我心諗你一定要播啊！你唔播我好瘀啊！同埋佢哋聽過我唱個 demo 係我唱嘅，我自己唱翻嘅。咁佢同我唱嗰個 demo 完全同佢再編個曲咧，哇！真係就係羅嘉良呢隻咧，我一聽哇，佢一播就喊啊，因為我個夢想嚟㗎嘛，我想自己嘅作品出到街嘛。跟住個初佢哋話好似你唱好聽啲喎，即係聽慣咗我唱嗰個版本啊。咁後尾佢就聽下聽下，原來羅嘉良嗰個真係好正啊！鬼唔知咩，人哋用咗好多錢嚟整一首歌㗎嘛，咁好聽咗好多。同埋羅嘉良都轉咗唱腔㗎嘛，佢以前唱秦始皇嗰啲咧，大啲裝㗎嚇，嗰啲好靚㗎嘛，佢都改變。咁咧我亦都估唔到咧，隔咗成27、8年咧，我會參加中年好聲音，我就係第一個回合就唱翻呢首歌，叫我唱翻。咁真係好夢幻啊！所以人生嘅嘢好難講。所以頭先就係我隻歌夢想咯。係啦。但係你當年點解會寫一隻歌寄去唱片公司定係點樣？我嗰陣時參加啲作曲比賽，咁到比賽 rehearsal 陣時咧，就揾啲歌星嚟同我哋唱嘅嗰個作曲比賽。
好大型嘅。嗰陣時 cash 冇錯就係 cash， 就係雷永亮啊嘛，係高前嗰個再前啲嘅，唔係 cash 即係阿黃婉芝嗰啲參加嘅。咁嗰陣時陳奕迅我都有遞歌俾佢。嗰陣時我哋錄嗰啲 demo 係錄音帶嚟嘅咋。咁一餅帶可能有成6首歌咁樣俾晒佢，跟住一間唱片公司回應話我要你入邊2首歌，咁都係羅嘉良唱嘅。另外嗰首你哋少聽啲叫做《星空倒轉70年》，嗰首你哋應該少聽啲嘅，你哋可以上網 YouTube 打下，都幾好聽嘅。咁後尾敖嘉年再重唱嘅都有咁總之佢後尾佢就話俾我聽，呢首歌做咗主題曲，咁出咗街又好受歡迎喎。咁因為始終電視劇有得收版稅喎。有幾好㗎。嗰陣時我第一轉即係電視劇出咗之後收電視劇嗰個版稅咧，收咗16000幾嘅。咁少？16000幾喎，一隻歌嘅喎。唔係，佢仲有其他收入㗎，有唱片嗰啲收入㗎，即係話淨係電視播嗰個就收咗16000幾啊，好好㗎啦。每半年佢會俾1次嘅，就唔係次次咁多嘅，越係電視播陣先就會多啲嘅，咁樣咯。喺電台都計㗎嘛 radio。電台計，但係電視因為最多人睇同埋黃金時間啊，佢計人數㗎。你越多人睇，越多人聽，佢就會俾多啲俾你咁樣。同埋我曲同埋詞啦，我咪收2份咯，多啲咯。如果其他嗰啲就好少。